如果你要睇返待辦事項，包括設施、活動、付款，撳設施，可以睇到新預訂。撳一項預訂記錄，可以查閱到預訂詳情。撳補付差額，可以查閱到可補付差額的段節。撳過去或者已取消的預訂，撳一項預訂記錄，可以查閱到預訂詳情。返回主頁，撳活動，撳跟進，查閱補堂詳情。返回主頁，撳付款，可以查閱到未完成付款嘅預訂。